Hello Healthy 啲讀者，大家好，我係註冊中醫師何惠欣。養生咧都係近年咧非常流行嘅話題嚟嘅。透過健康嘅飲食同埋運動習慣，可以幫我哋咧頤養我哋嘅生命，增強我哋嘅體質，預防疾病，達至一個延年益壽嘅作用嘅。咁而家咧，大家都會好中意咧，透過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啦，令到我哋咧更加之養生嘅。咁因為咧，透過正確嘅飲食習慣咧，其實就可以幫我哋咧改善我哋嘅體質啦。一啲比較簡單嘅小問題咧，都可以透過正確嘅飲食習慣或者係生活習慣同埋運動習慣去改善嘅。其實我覺得咧，一個養生嘅習慣應該係從小就要開始培養㗎啦。係喺中醫經典《黃帝內經》裏面提及過，女士咧其實係7歲一個週期，而男士咧就係8歲一個週期。大家咧都去到第5個週期時候咧，其實衰老嘅現象咧就會慢慢衍生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能女士嚟講咧，我哋主要係47，28歲咧，我哋生長發育去到最頂峰，由嗰個時候開始咧就會往下咧走下坡㗎啦。咁所以咧建議大家咧，女士可以喺47，28歲之後咧就要開始注意保養啦。咁另外男士嚟講咧，都係第5個週期，40歲就會開始出現衰老嘅現象。咁男士咧就係32歲嘅時候咧，就係生長發育去到最頂峰。從32歲開始咧，男士就要更加注重養生啦。春夏養陽，秋冬養陰。喺春夏嘅時候咧，我哋大地間咧陽氣比較旺盛嘅時候，我哋反而咧應該要注重咧顧護我哋嘅陽氣。大家千祈唔好因為咧天氣比較炎熱咧，就隨便飲用生冷或者係長期留喺一個冰冷嘅地方。咁我哋咧更加可能咧喺春夏嘅時候咧，可以幫我哋多啲曬太陽啦，亦都可以咧多啲進食一啲咧溫補嘅食材。另外咧，秋冬嚟講咧，都係大地萬物咧進行一個收藏嘅季節，所以咧大家應該顧護自己嘅陰氣，就記得咧，千祈唔好咧喺寒冷嘅季節，因為太過寒冷咧，而試食太多咧辛辣刺激嘅食品，例如係麻辣火鍋等等嘅。咁大家喺呢個時候咧，保存我哋嘅陰氣咧就最為重要啦。今次咧，我為大家介紹一個咧黨參4神湯，可以幫我哋咧健脾益氣祛濕，就一家大細都啱飲。但係要注意咧，因為有薏米嘅話咧，孕婦就唔適合啦。材料啦，我哋會用咗咧黨參、淮山、蓮子、茯苓、熟薏米同埋慈實嘅。咁咧，我哋呢個湯水咧，主要係幫我哋咧大家健脾益氣祛濕。咁香港嘅天氣咧都比較潮濕嘅，咁所以咧長年我哋都可以咧盡健脾利濕益氣為主。咁如果大家呢個湯水咧覺得比較清淡嘅話，建議大家可以加一個瘦肉啦，又或者係加腰果啦，做一個素湯都係非常之適合㗎。